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晚安，又过来到咱倒数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今仔日是第一季第7集，欢迎大家参加。我是阿明，也佮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咱这个读书会有录音，也会做成 podcast。咱头前的读书会嘛已经伫 SoundOn、KKBox、Spotify、Apple 甲 Google 以上的平台上线。有趣味的朋友，请多多利用。若是有介意，就甲阮注文甲放送。咱今仔日要读2篇文章。头一篇文章是伫个30档特刊的475页的所在，这篇无线顶的。过来第二篇伫个特刊482页。线顶第22期第1页，起先咱先来看475页，30档特刊引言文，台湾话甲台湾字，作者是陈雷。这篇文章总共有7趴，有全罗马字，甲汉罗蓝写的方式吼。先要开始先来哈。那无人，我会使先来。这是一个较复杂，但是真重要的代志。复杂，因为牵涉到台湾的历史；重要，因为伊规范台湾人的定义。无台湾话、无台湾字，就无台湾人这个概念。台湾话是经过几百年甲台湾历史做伙演化出来的话语，虽然主要来源是中国福建的泉州、漳州话，毋过伊有原住民平埔族话的影响，搁较有外来西班牙语、多语语、荷兰话甲近代日语、英语、华语真大的影响。伊有家己的特点，特殊的语词语法，亲像真规律的音调变化。世界上无其他的语言有，台湾话是台湾独有的语言。好，以上。好，多谢小嘉替咱读头前2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针对这小嘉读的这2趴。第一趴照一下那是照平常的变调第3纸，因为伊规范台湾人的定义，拄则若像是读规范台湾人的定义，变调就变规范，对，变第3条，好，多谢阿杨，还有啥物所在无？我会使，歹势我补充一字吼。就是第2趴较算起来第3纸，我看白话字的部分吼，伊这边是写特征吼，嘛有人会讲特征，这甲大家讲一下，这字有2款讲法。以上。好，多谢。我找到拄则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嘛是第1趴第2纸我嘛拢是看白话字的所在，这是我无确定啦，因为我毋知影这敢会变调，牵涉，因为牵涉着，还是因为牵涉着。这个所在2个讲法拢捌听人讲过呢。我嘛是，所以我毋知影我讲我家己好以我的标准来讲，其实我感觉无啥差别。因为迄是有可能伊受到俩准是迄个写是第4条，所以伊就会当作变调是第8条，较原音安尼啦。若讲一般通常照一般的即个理路来讲都是爱甲变做因为牵涉到台湾的历史，变做爱读较假音嘛。好，感谢。所以伫遮就爱甲读较假音的，像我拄则讲的不管是牵涉到还是讲牵涉到，这2种
拢捌听人讲过，伊迄规个话听起来吼，嘛袂互感觉怪怪，你知无？我毋知影恁听了有变甲无变诶，会互恁感觉怪怪无？毋过听人咧讲是袂感觉倒位怪怪，拢听了介顺啊，以上诶补充。嘛多谢阿杨啦，好，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补充还是讨论？我即边是无。好，咱佫继续第三趴。我来读看卖。好，请。中国政权占领台湾了后，第一项就是消灭台湾话，通来消灭台湾认同，实行文化灭族。经过短短10冬，台语变做严重危机语言。目前的世面若无改变，过1-2代的时间就会灭绝，永远消失。台湾字嘛是和台湾历史做伙演化出来。荷兰人控制西拉雅土地时间，制作新港文写西拉雅话，后来英国传教士伫台湾推广白话字，就是2001年成立台湾罗马字协会所主张的台湾字。为台湾府城教会部算起，已经有大约136档。台湾字真容易学，凡若会晓讲台湾话的人，真紧就会晓读写。好，感谢伟克。有几个所在要和你讨论一下吼。拄则你读的头一趴吼，白话字来算第4纸的所在就拄仔听你的声音吼，迄个严重啊，你敢是读做严重还是啥物？我无确定，应该是严重。严重啊吼，清楚。对，过来单位先摆吼，伊的用法啦吼，迄个咱咧讲的语言的语啊，伊拢会读做语言，伊是腔口早，伊是伊的腔口，所以拄则有听到第5纸的所在吼，有一个语言啦。我个改成读做语啦吼，好，过来第4趴吼，我个搭个第2趴算落来第2纸有一个期间啦咧，可能我个你看毋着去，读做时间去，过来算落来第7纸的所在有一个白话字，我个来念做台湾字吼，其实甲念做台湾字嘛无毋对啦，不过伊遮写是写即个白话字啦，嘿，好，以上。好，我补充一个变调吼，伫咧第4盘的头一段，我后壁迄句我应该是会讲，我直接甲读出来好啊。台湾字嘛是和台湾历史做伙演化出来，迄个伙做伙，我会甲伊变调。好，以上。好，多谢小哥。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的？针对这2趴，第3趴甲第4趴。我想要做伙讨论，就是第3趴的第1纸，若是变调，就是伊若像是读占领台湾了后，我可能会读占领台湾了后，我毋知。敢要变调？嘿。这部分看你的个人的习惯，中国政权占领台湾了后，我嘛是会读变调啦，无我的习惯，所以由你若假使讲你会读变调，你就甲读变调，安尼。即句话甲读起来吼，是爱读变调，听起来较水气啦，咱讲赞的。以上。好，感谢。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无，安尼，阿杨第5趴甲第6趴，互你来读好无？好。好，请。买100铜钱，蔡培火先生歌舞罗马字，虽然无真成功，是真有眼光的看法。今仔日咱用罗马字写台文，背景搁较复杂，亲像踏步行船，目睭铁金才袂咸着路。中国政权来了后，严格禁止台湾话、白话字甲白话字丰富的文献。自1960、1970年代，一般台湾人叫是台湾话无字，
经过王玉德教授、郑良伟教授当年革命性的启蒙。1980以后，开始有大众性复兴台语文的运动。迄阵因为汉字绝对强势，罗马字绝对弱势的客观现实，大部分台文使用汉字甲罗马字合用，叫做汉罗。好，多谢阿杨替咱读这第5趴甲第6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针对阿杨读的这2趴要提出来讨论？无呢？阿杨，你家己敢有啥物要提出来参大家讨论呢？我是想要分享，就是甲内容有关系的嘿，对，就是甲内容较有关系，就是若毋是因为中国政权来禁止咱用台湾话啊，咱的台湾字就白话字来写，我想即马咱有诶台文文化已经一定会搁较丰富，就是有搁较无济无共款诶像小说啦，还是就是无共款诶物件通读安尼。对，就像阿杨讲诶，就咱诶台语、咱诶台文，就会无共款诶一款诶光景啦，对无？对。好，感谢阿杨诶分享。刷落来阿杨剩最后1趴啦因为即摆有减诶朋友已经拢有读过啊，最后1趴我来做一个收尾那边要开始正经啊，是毋是甲迄有毋对字的，甲大家讲一个白话字的部分？嘿。好，有即个拍毋着字的所在是白话字的部分啦册顶啦伫咧册顶悬上尾拍第一节所在，袂晓讲台语的人啊即个人伊写做第2条起，写做人起啦这写第5条大家甲解一下啦过来后壁接落一句袂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侪这个侪啦伊无即个第7条的调号啦好，大概都是这2个所在。好，安尼我来甲最后1趴甲头刷。后来台语愈来愈流失，袂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侪，뜻书愈侪人，特别是少年辈，看汉就无法度台语发音，因为因汉字袂晓台语发音。照你台文汉就书写应该是渐渐增加罗马字的比例才合理。但是近来，特别是2006年以后的世面是渐渐全汉字化，特别是学校体制内，这事实毋是一个好的趋势。语言学家同意汉字袂当完全表达台湾话，因为台湾话甲华语是无共系统的语言，全汉字写台文是一条行袂通的路。好，以上。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甲我纠正的？无呢？看阿杨有听到啥物字无？要提出讨论的？我无，毋过就是要讲，我学的时阵，我是写写的后来，该爱有轻声调才对。对，阿杨你讲的无毋对，即个所在，即个后来啦甲标记即个遮应当是爱有即个连话啦爱有连话。那安尼是毋是头前有1趴拄则话去读的嘛有即字呢？嘛是爱甲伊调起来，就是有后来即个字的时阵，我即马在看一个倒位。第4趴第3撮遐。对，我看到啊，第4趴的第3撮是毋是即嘛爱轻声号？对，毋过即个所在，我感觉是有即个腔口差呢。因为通常我家己咧读是拢读后来，就是有轻声。毋过有诶人伊诶腔口就是后来安怎，所以伊变做伊就无轻声。所以即个方面爱看读诶人伊是啥物款诶腔口安尼。因为你若讲无连话无连话符的连字符的伊伫咧台字顶悬伊嘛是有收啊。所以我咧想，可能就有诶人诶腔口是安尼，就无连话读法，无连话读法，这我嘛捌听过啦。以上甲大家补充。敢有要讨论啥物？
我咱继续第二篇。好，好，第二篇是伫咧第480页。这篇是台语地话文运动正确的方向，保存言语比创作文字较重要。作者是廖水平。这篇文章伫咧线顶，大家拢会使去找到吼，这第22期的第1页。这篇有10趴，敢有人想要来先读的，2趴、3趴拢会使。好，我来点名哦。阿明，你来读头前3趴好无？哦，好啊，好啊。好，努力。台语白话文运动正确的方向，保存言语比创作文字较重要。人类先有语言，才发明文字。文字是要记录语言用的，这是大家拢了解的道理。毋过，伫台语文推动的过程中，文字的争论煞阻碍着运动的发展。毋若互爱好台语、支持台语的人看甲雾煞煞，也足担心照安尼落去，台语文字袂解决，台语本身煞自然消失去。咱大家爱有警觉，若无到迄阵啊，准讲有一套完美的文字嘛无路用，敢若会当放入去博物馆，互人看若定。这篇文章是要对汉语言文分离的本质甲演变的历史做分析，互咱伫争论台语文字的时阵做参考，无定定会当帮助咱透过一寡时间，找出较妥当的台语白话文运动的方向。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照理讲应该我手写我口，一字记一音则对。但是古早书写条件无够，必须爱将语言先改进过，谐音以成韵，修饰达意，简化了后才记录落来。但是原则上是言文一致的。中国古早的尚书、诗经等，拢是安尼写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各国言语一身，文字一行。统一了后，秦始皇霸气不与秦文合者，就是所谓的苏东文。意思就是讲，语言随在你讲，文字的写法爱共款，也就是用文字来统一语言。但是文字甲声明语自安尼分离，文字独立发展，煞离开口语，嘛离开生活。文字成做一种特别的符号，文章而已啊，训词深厚，会教书律令，连小字的浅文弗能就宣。看文章敢若在看天书咧，看拢无。定歌到南北调的时阵，佫发展出变文、字数、音韵，拢爱倒入去共款的模式，变成一种文字游戏，完全甲语言无关系。束缚人思想甲表达的空间。以上。好，感谢阿明。我是无听到什么字呢？咱现场的朋友敢有听到什么字想要提出来讨论呢？我遮吼有一个所在，我昨读的第3趴吼，尾仔算起来，最后算起来第3节，佫发展出变文啦吼啊！我甲用汉语来查，是即个变啦吼。PIN 第5条啦吼，这字华语读做偏文，我是用国字来查，所以书店顶悬就是写变安尼啦。这互大家参考者就好。好，感谢阿明的补充吼。其实我中国语的迄个能力较无够，我毋知影变文是啥。毋过我想这就留互专家去研究就好啊。好，安尼敢有其他的问题？若无，咱继续读后壁3趴。安阳敢有用？有。好，安尼麻烦你刷落去读后壁3趴，好吧？好，即款情形到8世纪的时，唐朝的汉语柳宗元遮个人挡袂牢，出来提倡古文运动，希望恢复到秦汉时代的古文形式。虽然毋是完全符合语言，毋过至少是根据语言改造的书面语，毋是亲像变文，完全是咧做文字游戏。即款主张得到当时的人真支持，汉语的文字甲语言则搁较接近转来。
汉语真正进入语体时代是爱到13世纪南宋的时代，即阵有民间广告、戏剧的演出，甲诗言讲学讲学，我无啥确定。语录拢是语体的形式，言文渐渐一致，但是古文言文犹原是主流的势力。明清时代的学者嘛是用知乎也者在写文章，肯白话化，一直到民国以后，渐渐有改变。五四时代，乌色一群人才大声推动白话文运动，到即马才有70多年的历史。台语不可否认的大省是依附汉语发展的，所以以早是用汉字来记录，嘛有顶头所讲的言文不一致的毛病。日本时代老一辈所讲的汉学，主要是古文，上加是语体文尔，毋是100%的白话文。所以用汉学写的台语文，无法度完全解决今仔日的台语文问题。而且，若用汉学的角度来思考台语问题，无拄好，佫会踏入汉语言文不一致的陷阱，互汉文统一台语、消灭台语，亲像秦始皇的方法，虽在你讲，反直书面语就是中文汉语。好，以上。感谢有替咱读这3趴，拄则有几个字你讲无确定，咱一拍来看吼，就是第4趴下骹算起来第2段遐，即款主张得到当时的人真支持，你讲你看无即句话的意思哦？若是讲即款主张得到当时的人的支持，毋过当时的人真支持迄款主张当时的人真支持，即两种我看有，毋过迄款主张得到当时的人真支持，安尼的句法，怪吼。嘿，对，是毋是？若是加一字吼，譬如讲，我家己想的啦，我无确定啦吼。即款主张得到迄当时的人真支持，是毋是？迄个意思有较清楚。因为我感觉这有淡薄仔是用中国话的方式来写的。哦，你若是家用中国话来讲的时阵，你是应该就知影伊要讲啥。毋过台语遮若是搁加一字，我感觉迄个感觉会较合啦。这是我的想法。毋知其他人有啥物看法无？阿明，你感觉咧？这个所在我较无啥物问题呢，因为即款主张得到当时的人真支持，就是伊咧讲的当时的人，就是迄个时代的人安尼啊。所以伫遮我较无即个疑问，对。OK， 好，安尼，希望你有了解阮在讲啥。好，搁后一趴吼，第5趴的部分，第2段甲诗言讲学，还是讲学的语录，因为拢会使嘿。要读学，还是要读学会较顺？毋知大家意见？我感觉是讲学呢。学吼，甲诗言讲学的语录学，安尼互参考一下。好，好，免说字。第6趴吼，头一段的第3句话啦，我是会读大声呢。你拄则敢若读大声吼？好，感谢。同一趴的上尾算起来第2段吼，迄个秦始皇啊，其实阮一开始咧读即字的时阵，我毋想讲到底是秦始皇还是金始皇。我个人认为金始皇可能较好听，毋过字典拢收金始皇呢。哦，好。好，以上补充，敢搁有其他的问题会使提出来讨论？我无啊。若无，感谢阿杨替咱读这3趴吼。安尼，咱继续读后一趴。话曲，你即马有方便啊吼？好，歹势我拄则跳出去。对，我看着你都无去啊，安尼。即马为第7趴开始，无你家己读较煞好啊，好无？好啊。好，感谢。
中国白话文运动的过程中，为着达成言文一致，增加真侪字，遮个字大部分是形成字，真好认，嘛完全符合文字标记音的基本原则。其实即寡字甲拼音字母无啥物差别，只是中国人坚持要用汉字的起毛字伫作怪。遮个成字嘛无入去古字中，找来合现代语音，所以真紧流行加入汉字的行列。倒转来看咱台语文字学者，用真侪时间找一寡古字来学台语音，也有用汉字会意、转注、指示的造字原则，做一寡真有学问的字。文字本身可能真有学术价值，毋过完全失去记录语言的基本目的，嘛无法度真紧加入原来台语文字的系统，而且因嘛无想到以后的新的事物概念，要安怎用遮个古字汉语来表达，无符合语言发展的前瞻性，嘛阻碍台语文吸收中国以外的外来语的必要性。坚持有音一定有义的人，毋知影汉语言文不一的精神。若无现代中文就毋免做新字。抑阁有真侪变表的汉语伫历史演变中，已经互人自然即两字我袂晓读，应该是淘汰。好，多谢。自然淘汰。现代中文嘛无得用。无需要过了时间去甲因捡来做台语的汉语。台语自早就有汉语甲白话字，就是罗马字两套文字系统。咱即马爱先利用汉语甲白话字做基础，开始建立口语化的台语白话文，毋通互相排斥，嘛暂时莫想要创作新的台语书写记号。文字细节上的争论，对台语白话文运动甲母语的保存，毋但无帮衬，等即是毋是爱读反转？反转，好，多谢。反转有败害，现此时上重要的就是先运用罗马字甲汉语即两套文字互相补充，用罗马字保存语音。用汉语方便阅读的速度，偏下一代台语课的教材，先保存台语文化，互台语白话文普遍化了后，才来想要安怎精密化，这才是咱推动台语白话文运动较正确的方向。好，以上。感谢维克听后壁这4趴。我先甲我听到的字，甲大家讨论一下吼。第7趴的第一段是变调的问题，增加真侪字，迄个加我会读变调。后一段是毋是读形声？遮个字大部分是形声字。我若有讲毋对，随时会使出声哦。后一趴第8趴，下骹算起来第2段，迄字是汉啦，吼，就是原调是第2调。因为遮安尼写，就是爱变调是汉字，汉字来表达。后壁迄个共款即段上尾迄个字你拄则无啥较伫，毋过你是念正确的哦，你是读精尖性，嘿，这无问题。阁有第9趴的淘汰，嘿，嘛甲你讲也无问题。上尾趴第5段母语的保存，你敢若读毋但哦？我应该是会读但无帮衬。反转是我讲的，我无确定，我毋知影敢有讲对。
啊，以上就是即几个字。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迄个第八拍的所在，迄个拄则迄个前瞻，伊毋是前瞻哦，伊是前前瞻。前对，我看前叫我读前，歹势。过来后一拍的有一个所在，迄个第二章吼，又搁有真侪片片的汉字啊，迄个片，对啊，我搁改成读较悬。好，以上感谢。啊，上尾拍迄个反转，安尼敢对反转无毋对。 ？OK，好，感谢阿明的补充。啊，咱敢讲有其他的意思要讨论？好，啊，大家有啥物想法？就是即两篇文章有啥物想法，想要提出来讨论的？拄则阿杨伫头前已经有先讲过啊，吼，就是讲，拢是因为中国政权来咱台湾了后，吼，为互咱讲台湾话、写台湾的字，就是白话字。所以到今吼，有真侪人拢认为讲台语是无文字的，啊，若看到迄罗马字就起笑啊，敢若袂输看到啥物模型啊安尼，嘿，因为可能伊的英文的程度较无好，所以看到罗马字就讲啊，这毋是咱台湾人应该有的文字，咱台湾人爱有的文字就是爱有汉字，吼，伫迄款四角字。啊，毋过讲实在啦，我家己的想法啦。我若平平是咧读台语的文章吼，我其实看汉字，我有看甲有淡薄仔痛苦。这是我白话字了后才有即款的感觉。因为当然啦，咱自细汉就看汉字，看华文，看到大汉，对于迄四角字是较熟悉，是无毋对。啊，毋过你若是要讲台语的时阵吼，有一寡字就足奇怪，我毋知是。我相信因诶，除了讲是为教育部发明诶字以外，啊，阁有在来字哦，即方面我较无研究啦。啊，毋过若是要写台文吼，我是较推荐写白话字啦。嘿，啊，汉字你著知影参考一下就好啊，因为我家己是正看汉字看甲遮痛苦诶，毋知大家有啥物想法无？敢有人甲我共款看汉字看甲遮痛苦诶？有，哎呦，所以你嘛较介意看白话字对无？嘿对，嘿，因为就像咱拄啊读诶共款，就是有时阵看汉字，你袂晓读，就是袂晓读，你就是毋知影迄个字要安怎发音。啊，若是白话字，你看字就算你毋知影意思，你嘛是读会出来安尼。啊，对无毋对？嘿啊，有时阵就是会徛伫遐啊，我知影，像拄则我读毋着诶，我知影是大声啊，就是因为看汉字，我就会读做，我毋知影为虾米我变先死的先啊，对无？对啊，对啊，这就是汉字的缺点啊，就是你可能你要读出来正经，你爱先思考一下，伊这写这是啥物意思啊？原来是爱读大声，啊，毋是迄个先生的先安尼。对啊，而且我感觉迄汉字有种感觉是，敢若是在人写的，就是有的人爱写爱用这个字，有的人无爱用这个字，嘿，就讲无一个标准啊。莫阁讲写迄个火星文的啊，譬如讲咱拄则读的第二拍的第三拍为下骹算起来第四抓，拄则即拍是阿明读的吼，因为迄个。其实我看到迄两字的时阵，我是毋知伊咧讲啥，结果阿明读出来，我就知影伊在讲啥。就是伊写，我用华语来讲吼，伊讲食哪吼，第三拍下骹算起来第四抓，食哪咧看天书咧，食哪我想讲假哪是毋是这意思？啊，毋过阿明拄则是读干哪对无？干哪在看天书咧？啊，讲实在，即两个汉字斗起来，我嘛袂去读干哪，嘿啊，所以阿明厉害，佮知影迄字要安怎读，我是无法度。阿明咧甲你学了，毋甲我回一个。啊，多谢啊，因为就照较直接的感觉去想啦，就是甲迄个，摕哩就读做甲，迄个那读做那，安尼，就读做甲。伊其实吼，伊这个汉字吼是爱读加那啦，毋是干啦，
嘿，若照伊诶台文汉字伊诶写是安尼啦。毋过吼，习惯上吼，就会直接读干啦安尼。嗯哼，好，感谢补充。大家感觉有啥物想法？其实我会使分享一个，就是我想迄阿杨甲应该在座诶人拢知影啦，就是即几个月伫咧台文博览会有一个台语文学诶讲座啦。顶个月甲即个月拢是蒋维文教授伫主讲，伊有讲一寡台湾文学诶历史，阁有代表性诶人物安尼。我是感觉讲，大家有闲嘛会使去 YouTube 顶悬去找迄影片来看。蒋教授讲了真清楚、真详细。咱你若是对台湾的文学有趣味，想要搁较了解讲咱台湾的文学是安怎发展的，一直到今，我会建议大家去线顶找影片来看。好，这是我要分享的。咱刚刚有其他的话题想要来讨论一下，针对咱今仔日读的两篇文章。来，安优先讲。就是咱读的第二个文章，就是咧讲，拄则讲有一寡汉字，就是袂晓读以外，就是有真侪汉字派，就是想要互每一个字拢有一个汉字，就会创造足侪真奇怪的字啊。我就是较看无讲是安怎因会有即种想法，就是每一个字拢爱有一个汉字来斗。就会创造一寡看起来真奇怪啊！要写嘛是记真久才写会出来迄种汉字。我毋知影，可能是因为我细汉嘛拢是读美国学校，所以对汉字我就是较无熟手。不过我就是感觉，爱写遮的汉字真忝，爱记遮的汉字嘛是真忝安尼。我同意，记一个例好啊啦。以前我都莫讲迄名，有淡薄仔歹势讲。有一个伫咧，一开始我伫咧面册看到一个，嘛是讲台语嘛，有淡薄仔名声的一个人伊以前拢是有拍影片可能写一寡字我袂记得一开始是写白话字还是安怎。毋过我后来看到诶，伊拢写汉字较济。伊汉字写足济，我有捌试过讲去甲伊读伊写诶物件。毋过我发觉讲我读了足痛苦诶，因为你若写白话字，我读较慢无要紧，至少我知影你咧讲啥。毋过伊写汉字诶时阵，我就无想要看。毋过我可能会当理解啦，伊会写汉字就是毋是讲毋是汉字，迄罗马字足少诶，伊专写汉字可能是有要互袂晓台文诶人会当看有伊在写啥，这我会当理解。因为安尼伊诶受众就是遐诶人所以伊即马伊诶文章我拢无啥爱看，因为拢是写汉字，看无，毋是讲看无就无爱看，感觉安尼足难死诶嘛，毋是，就是都无想要看亲像拄则样讲诶，真正看无你若毋知要怎读，搁爱去摇一句话，爱摇3个字安尼，伤痛苦好，以上甲大家分享。好，敢搁有其他意见想要提出来讨论呢？若无，咱今仔日较紧结束。先甲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咱后个月6月份阮一般阮是一个月2届嘛读册会。毋过因为主持人有代志所以6月份敢若有一回读册会，就是6月初6迄天20号迄天就休困一天先甲大家通知一下。好，无咱今日就先到这，咱后一回读册会是6月初6我希望阿杨你一定爱来为什么咧？你敢知影为什么阿杨一定爱来？我毋知影为什么。因为要读你的文章呢。是安怎你会拣我的文章？就拄好选着我想讲，我会记你一开始伫摕着即本册时，就知影讲你有写文章所以我想讲，哎呀，你定定来读册，咱一定爱读你的文章安尼。好，安尼感觉真歹势，因为迄是我
迄是斗3工处理遮个文章的时阵，我才拄接触白话字啊，嘛才拄开始写尔，啊，感觉家己写了真歹安尼。哦，安尼无要紧啊，因为迄是啥物时阵写的？3年前啊，差不多哦，差不多3年前哦，嘿。啊，你看你迄当时写的迄个文章啊，甲即马比起来啊，你就我即马实在是足进步足好诶，安尼，哎，足欢喜诶。所以以前诶文章嘛是，摕来读读咧，无要紧，甲逐个分享，因为你篇写足长诶，我感觉哇，安尼真厉害呢，你使写遐尔长诶白话字，我阁无法度写遐尔长，嘿，无，我就是甲我迄当阵诶感想就写落来安尼。好，安尼咱后个月就做伙来欣赏杨写诶文章，吼，一个台湾通信诶30档诶特刊，无册人阁无法度读哦，阁看无哦，看安尼，因为安尼逐个去买册来看。OK， 好，安尼感谢因参与诶朋友，感谢大家，咱后个月6月7日再会，大家晚安，拜拜。再会，拜拜。拜拜。今仔日的语词：教书、编文、汉字、前瞻、倒台、反转。